12号上午来到客家区，台南市长会特亲自来到台湾启地教育崇拜工会中新妇的故居来进行挂牌仪式。新妇出世伫美国的纽约，1963年来到台湾了后，侵入山区来传教，发现山区的出版社也佮有身心障碍者因为资源无够，欠缺教育的机会。为着要解决问题，新妇长期伫台湾投入智能不足的儿童早疗教育领域。每一个年，每一个里程碑，都是甘神父辛苦打造、从事早疗教育，为社会上最弱势、最不起眼、最没有被重视、最没有被看到的孩子，付出了爱心所奠定下来的基础。我相信从甘神父离开我们之后，这些年来，许多基金会的各位董监事、许多志工、许多老师。持续甘神父的精神，继续为我们早疗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心力。刚刚在第一排，刚刚表演的我们这些小朋友，相信一定很多好朋友都会动容，让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动。爱可以延续，但是精神必须永留。我们今天在甘神父这边为他揭牌，其实是我个人非常至高无上的荣幸，也希望台南市政府我们秉持甘神父的精神，持续对于伯利恒持续关注、持续支持、持续协助，这样子才对得起甘神父所留下来的典范。为着要感念新妇过去的贡献，台南市府把伊列为宗教类的历史名人。伫挂牌仪式的即天，天主教的台南教区也有当地议员、有地方的人士，拢做伙来到现场感念新妇过去的付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